為大家送上健康嘅最新資訊。歡迎收睇《幫緊你醫緊你》，我哋會調查嘉賓嘅健康情況，再用排行榜嚟公佈。今次嘅主題係藝人血液唔健康排行榜。如果感染新冠病毒，血管就會受到血液中嘅病毒攻擊，跟住身體會修復受損嘅血管，血管裏面有機會形成血塊，即係話肥胖或者有糖尿病導致血液濃稠，容易喺血管形成血栓嘅人，或者因為膽固醇過高而導致血管收窄嘅人，呢兩種人感染新冠病毒就有機會出現血管閉塞，觸發嚴重嘅病徵。血管差嘅人，如果感染新冠病毒，病情就會容易變得嚴重。美國疾控中心嘅最新研究報告指出，心臟病患者、肥胖人士同糖尿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入院比率係正常人嘅6倍，死亡率更高達12倍。所以，我哋要保持血管同血液喺健康良好嘅狀態。因為咁，我哋決定幫嘉賓進行血液檢查，結果我哋喺部分人身上揾到，如果感染新冠病毒嘅話，就有高風險變成重症嘅血液。到底邊個咁唔好彩啊？容易變重症嘅原因又係乜嘢呢？經過節目嘅醫生分析之後，藝人血液唔健康排行榜好快就會公諸於世。好驚啊！好啦，我哋已經事先幫在場幾位嘉賓做咗血液檢查，等陣就會公佈結果。喺今次檢查當中，醫生喺幾位嘉賓嘅血液發現到好多個令人擔心嘅地方，真係有發現。所以我哋今次就喺嗰邊準備咗一塊牌嚟顯示排行。好周到喎！喺公佈幾位嘉賓嘅驗血結果之前，我哋會先公佈喺今次血液檢查入面發現到嘅血液特徵同相關排行。排行究竟發現到啲乜嘢問題呢？我哋而家會首先公佈4位嘉賓嘅血液特徵同相關排行。由於係唔健康排行榜，所以排行越高就代表血液嘅狀態越差。係咁，我哋開始啦。首先公佈唔健康排行榜第4位嘅血液特徵，一齊睇下係乜嘢啊？第4位就係呢樣正常嘅健康血液。我想要呢個。你哋4個當中有一個係咁樣嘅，冇錯。係呢個就好啦。唔健康排行榜第3位嘅血液特徵就係呢樣有惡魔潛伏會帶嚟劇痛嘅血液。會帶嚟劇痛即係點啊？第3位就有惡魔啦，大件事咯。第3位已經用劇痛嚟形容啊。跟住係唔健康排行榜第2位嘅血液特徵就係呢樣容易形成血塊嘅血液。即係血塊比有惡魔更加恐怖啊！呢個好唔掂啊！有血塊唔掂啊！點啊？好大問題。但係仲有更嚴重。情況最差、最值得關注唔健康排行榜第1位嘅血液特徵係乜嘢呢？就係呢樣超標5倍嘅濃稠血液。好大鑊啊！超標5倍啊！一定係硬橋。根本冇人知。跟住落嚟，我哋會逐個公佈血液係屬於邊個㗎。第一個公佈嘅係聽落最得人驚嘅第3位，有惡魔潛伏會帶嚟劇痛嘅血液，就由呢個開始公佈啦。森本小姐，係而家公佈結果，排行榜第3位有惡魔潛伏會帶嚟劇痛嘅血液，係屬於呢個人。係反嘢。聖宇真果然係咁啊！真係俾我估中咗，真係佢啊！一齊睇下喺今次檢查入面，聖宇周和嘅血液被發現有咩問題啊？就係尿酸值。尿酸啊！果然係咁啊！我最關注就係呢樣嘢啊！藝人血液唔健康排行榜第3位，有惡魔潛伏會帶嚟劇痛嘅血液。呢隻惡魔係咩呢？冇錯，就係尿酸。尿酸
係肝臟將嘌呤分解嗰陣產生嘅代謝廢物。嘌呤係人體維持生命嘅重要元素，分解之後會產生尿酸，尿酸會融入血液，最後同尿液一齊排出體外。不過，進食太多有大量嘌呤嘅食物，或者體內自然產生嘅嘌呤變得太多，血液裏面嘅尿酸就會結晶化，慢慢積聚喺關節等部位。當積聚嘅呢啲結晶因為某啲原因脫落，就會導致嗰個部位發炎，產生劇痛。呢個就係痛風。叫痛風係因為俾風吹到都會令人覺得好痛。唔止咁啊，尿酸值長期過高，血管會容易受損。如果再感染新冠病毒，就有可能會變成重症。尿酸值嘅標準值係6.9或者以下。聖宇宙和嘅數值係幾多呢？聖宇宙和嘅尿酸值係呢個數字8.9，超出咗標準值。好高啊！真係要嗌出嚟啊！秋津醫生，聖宇宙和呢個尿酸值嘅危險程度有幾高呢？尿酸值高過7嘅話，當中有40%人會患上痛風嘅；4%高過8嘅話，隨時都會痛風發作，即刻發作都唔出奇。聖宇宙和話佢已經好注重身體健康喎，不過佢同好多人一樣跌咗落拉高尿酸值嘅陷阱啊！首先睇下佢每日嘅運動習慣。大家好啊，歡迎收睇聖哥頻道。今日就等我哋一齊提起精神，努力過呢日。我每日都會跑1個鐘頭步㗎。而家開始，好啦，出發啦！大家一齊嚟啊！好型啊！呢個就係聖宇宙和啦，係咪好享受咧？佢唔止跑平路咁簡單啊，仲要一口氣跑上呢條斜路，鍛鍊心肺功能。好勁啊！呢條斜路，新日本職業摔角嘅選手，仲有 UWF 嘅選手，佢哋嘅心肺功能同持久力都係咁練出嚟噶。我每星期都會跑幾次呢條斜路噶。不過條片仲未播完，基野醫生已經俾負評啊！ bad 係啊，竟然有人睇完會話 bad。每日都去做運動，當然係一件非常好嘅事啦。不過做劇烈運動唔係咁好，反而會提高尿酸值嘅。當我哋做運動嗰陣，乳酸會增加，咁樣會阻礙尿酸排出，所以唔好做劇烈運動，尤其係高尿酸血症嘅人。竟然係咁，做劇烈運動就係好多人跌咗落去嘅第一個陷阱啦。肌肉喺做運動嗰陣產生嘅乳酸會阻礙尿酸排出，所以經常做劇烈嘅無氧運動反而有機會導致尿酸值上升嘅。醫生建議尿酸值偏高嘅人最好選擇對身體負擔比較輕嘅有氧運動，例如係急步行。除咗運動之外，聖宇宙和喺飲食方面亦都跌咗落陷阱啊！今日嘅午餐我諗住一路坐車一路食啊，所以我揀咗呢間喺歌舞伎座後邊嘅 American。我會買三文治嚟做午餐嘅。唔好意思，靚女你好啊，我想要2份碎蛋三文治啊！歡迎光臨，2份啊！係，好，好似好正喎！係啊，碎蛋三文治就係咁樣噶啦。你哋睇下，同我塊面一樣咁大噶，唔係啊！一份碎蛋三文治就用咗多過半磅方包啊！正啊！我夠膽講佢嘅三文治係全世界最好食嘅。好似好正。一餐食2份三文治，仲要食2份添，咁樣會唔會食得太多㗎？唔使估都知，基野醫生又俾負評。
雞蛋唔會對尿酸值產生影響，食雞蛋冇問題。問題係你食嘅麵包份量實在太多啦，麵包裡面含有大量糖質，你嗰份三文治咁大份，仲要食2份，咁樣一定會攝取太多糖質。事實上，攝取太多糖質係造成尿酸值上升嘅原因。原來係咁。盛宇先生嘅情況，我相信因為食得太多嘢，所以尿酸值先上升。但係真係好好味啊嘛！冇錯，攝取太多糖質係好多人跌落去嘅尿酸值陷阱。血糖值因為進食而上升，人體就會分泌胰島素進入血液。胰島素雖然有降低血糖值嘅作用，但係同時亦都會阻礙尿酸排出體外喎。所以攝取太多糖質就間接推高咗尿酸值啦。除此之外，晚餐亦都有估唔到嘅陷阱啊！我唔客氣啦，我嘅晚餐好豐富啊！呢碟係雞胸配青瓜，跟住呢碟就係紅棗配青椒拌鹽昆布，係咪好健康咧？主菜就係文也三文魚柳啊！晚餐嘅主菜係魚，仲有蔬菜同海藻，好豐富啊！而家都仲係熱量偏低，不過呢杯係清酒。為免患上痛風，盛宇周和已經減少飲啤酒㗎啦，改為飲清酒同燒酒，希望健康啲。不過呢個時候，基野醫生又俾負評啦。好多人以為啤酒裡面含有好多嘌呤，咁就飲少啲啤酒，飲其他酒應該冇問題咯啩？呢個係好多人都有嘅錯誤諗法。其實當人體分解酒精嗰陣，一樣會產生尿酸，所以無論係清酒又好，燒酒又好，飲酒就會令尿酸值上升。真係陷阱啊！係陷阱，完全係陷阱。冇錯啊，你已經唔小心跌咗落去陷阱度啦。就算改為飲嘌呤少啲嘅清酒，但係人體分解酒精嗰陣，一樣會產生尿酸。所以飲酒本身就係導致尿酸值上升嘅原因。不過要突然間戒酒係一件好難嘅事，所以秋津醫生有個建議。盛宇先生每日飲幾多酒啊？大約5、6杯啦，一杯好似燒酒溝蘇打水嗰啲啦，即係5、6個紅酒杯嘅份量咯喎。喺屋企飲啊？係啊，咁出去咧？唔飲酒對方唔會俾你走嘅，有時會飲成10杯。你平時已經好嗨，講嘢好風趣㗎啦。係啊，所以就算唔飲酒啊，都可以令到場面都好開心嘅。飲完1、2杯酒之後，跟住就飲非酒精飲品或者係梳打水，大家一樣會好開心。可以用呢個方法飲少啲酒。我明啦，你係時候要好好諗下啦。但係我想繼續青春啊嘛，冇可能永遠後生㗎。各位觀眾，記住小心啲3個令尿酸值上升嘅陷阱，以免血管變弱，失去對抗新冠病毒嘅能力啊！跟住就公佈喺今次檢查入面，唯一冇發現任何問題。第4位嘅正常血液係邊個嘅呢？答案就係呢個人。板嘢有味，恭喜晒你啊！呢個結果好合理啊！太好啦！即係 Plus Minus 嘅2位成員係頭2位啦。搞錯啊！頭2位是但一個都死啊！好驚啊！唔好驚住。今次4位嘉賓當中，得板嘢有味嘅血液係健康嘅。佢平時為興趣而做嘅嘢，不知不覺為佢嘅血管帶嚟好大嘅好處。首先睇下佢嘅運動習慣。抬起頭向前望，臀部向後拉，啱啦啱啦，臀部一直向後拉。佢每星期
都會跟私人教練做一次骨骼矯正，每次做大約2個鐘，出一身汗。加油！跟住到另一日，大家好，我今日咁啱放假，所以同我好朋友武香一齊去騎馬。騎馬？為咗發展新興趣，佢喺上年開始學騎馬。勁啊！每次騎1個鐘，成個人已經散晒咯。好攰啊！好可愛啊！流咗好多汗。呢個時候，南雲醫生舉牌俾正平啊！第一次有正平啊！我讀大學嗰陣都係參加馬術社。原來係咁。騎馬最大嘅好處係令你用到平時唔會用嘅肌肉，係種以核心肌群為主嘅運動。就算真係騎15分鐘，都已經鍛鍊到核心肌群，為身體建立良好嘅基礎，咁就好好。太好啦！板野友美做開嘅2種運動，都可以好有效咁鍛鍊核心肌群。鍛鍊核心肌群可以促進新陳代謝，提升免疫力，對預防新冠肺炎呢啲傳染病一定有效。不過講還講，騎馬就唔係人人都做到嘅，所以我哋會教大家一套喺屋企都做到，效果拍得住騎馬嘅伸展運動。呢套運動叫做拍子機體操。首先攞張凳坐低，跟住擘開對腳，雙手放喺頭後面扣住，個人保持向前，上半身以最慢嘅速度，好似拍子機咁左右擺動。擺動嗰陣，記住要一路呼氣，一路盡全力伸展側腹，咁就可以刺激到核心肌群，提升新陳代謝同免疫力啦。每次做15秒至30秒，最緊要係持之以恆。跟住睇下板野友美嘅飲食習慣，佢話最中意嘅係喺屋企煮飯喎。板野友美化身逆境廚神，喺屋企積極煮飯。佢將啲相 po 上社交網站，全部好吸引，好受網民歡迎。大家好，我今次會用夏天嘅蔬菜炮製一餐營養豐富嘅晚餐。材料有長索黃麻、脆肉瓜，仲有秋葵，就係呢啲啦。有板有眼喎！板野友美話：佢每餐都一定會盡量攝取多種蔬菜。佢仲研究緊營養學，對食材好有要求嘅。呢隻牛油我非常推介，喺牧場訂嘅，礦物質含量特別高，所以特別黃。真係好黃啊！好香啊！煮好啦，呢碗係長索黃麻粉絲湯，至於呢碟就係秋葵炒蝦球，呢碟係煎淮山，最後就係脆肉瓜薯仔炒五花肉，係咪又豐富又健康呢？佢眨下眼就完成4道菜式。醫生對呢餐嘅評價係全部俾正評，真係健康。太好啦！梗係正評啦。板野友美平時用開嘅蔬菜當中，有種係石原醫生極力推介嘅。長索黃麻嘅 β 胡蘿蔔素好高，進入身體之後就會變成維他命 A。維他命 A 有好強嘅抗氧化作用，可以改善皮膚質素同增強免疫力嘅。完全冇嘢可以挑剔啊！希望你以後繼續保持呢個良好嘅生活習慣啦。我會努力嘅。好，跟住睇下一個啦，唔使啦，夠啦，唔得啊！繼續睇血液唔健康排行榜，到頭2位啦喎，得返 plus minus 嘅2位成員。第2位係容易形成血塊嘅血液，第1位就係超標5倍嘅濃稠血液。
俾我排第二都好啊，俾我排第二。你哋都想排第二喎，勝哥點睇啊？我估第一位係岩橋。嚇，有未咧？我都係咁諗。明白。等陣先啊，唔可以齋睇身形㗎，真嘅。好，係咁，而家公佈結果啦。嚴重程度排第二，容易形成血塊嘅血液，答案就係嚟自呢一個人。好嘢！岩橋良昌。佢大嗌啊！好嘢啊！我排第二啊！仲大嗌好嘢添，第一位係劍光。等你仲成日笑我，你啲血好傑啊，比正常人傑5倍啊！真係㗎？好嘢！唔係啩？呢一件事啊，真係。咪住啊，岩橋先生，就算你唔係最差嗰個，都唔值得開心啦。岩橋先生嘅血液比較容易凝固，血塊上腦會造成腦梗塞，塞住心臟血管就會造成心肌梗塞，即係話你嘅血液好大可能會引致血管嘅疾病嘅。好，喺今次嘅血液檢查入面，究竟岩橋先生係邊一項出咗問題呢？森本小姐，係同血液容易形成血塊有好大關係嘅，就係呢一項，一齊睇下。血小板數量真係有啲驚喎。感染新冠病毒好容易變成重症，容易形成血塊嘅血液。血小板同呢樣嘢有咩關係呢？血液唔健康排行榜第2位，岩橋良昌嘅血液容易形成血塊。同呢樣嘢有關嘅就係血小板啦。一受傷流血，血小板就會即刻喺受損嘅血管壁聚集，產生止血嘅作用。血小板太少會止唔到血，相反太多嘅話呢，就會令到血液凝固，形成血栓，塞住血管，咁就係血管阻塞嘅成因。根據英國嘅統計，喺新冠肺炎嘅重症患者當中，有大約30%人被發現有血栓。換句話講，一個人嘅血液本身越容易凝固，當佢感染新冠肺炎，演變成重症嘅風險就會越高啦。血小板數量嘅標準值係36.2或者以下，岩橋良昌嘅數值係。岩橋良昌嘅數值就係呢個44.5，超出咗標準值。係唔覺得會凝固啊？秋津醫生，你有咩睇法呢？佢嘅血液比正常人更易凝固，淨係睇呢個數值本來唔使太擔心嘅，但係考慮埋佢嘅體型肥胖同埋其他嘅因素，呢個數值的確需要注意一下嘅。係冇錯，岩橋良昌其實仲有另一個好重要嘅項目出現問題啊！另一個好重要嘅項目就係呢樣。係咩啊？中性脂肪。成日聽到㗎。中性脂肪雖然叫做脂肪，但係其實係液體，一粒粒浮喺血液度，好似油脂咁樣嘅。有啲係進食脂肪之後吸收翻嚟，係有啲係進食糖質之後喺體內變成脂肪，浮喺血液度。岩橋先生嘅情況比一般人多好多。成日都聽到嘅中性脂肪係咩嚟嘅呢？中性脂肪係融入血液嘅油脂粒，對人體嚟講係重要嘅活動能量來源。不過如果太多嘅話呢，血液就會變得濃稠，最終令到血管變窄，導致心肌梗塞同腦梗塞嘅風險就會變高啦。標準值係149或者以下。岩橋良昌嘅結果嚇親大家。岩橋良昌嘅數值就係呢個373，超出標準值2倍以上。都似大劑啦，好大鑊啊！秋津醫生，你點睇啊？超出2倍以上，你呢個情況，動脈硬化可能已經好嚴重，導致血管處於容易阻塞嘅狀態。如果唔理佢，係咪就會形成血栓？係啊，咗個心或者個腦啊？你係患腦血管疾病嘅高風險群組。岩橋良昌其實跌咗落一個人人都有機會唔小心跌落去嘅中性脂肪陷阱，究竟係咩陷阱呢？
我哋睇下佢最近培養嘅新嗜好先。喺限聚呢段時間，我學寫大字。喺限聚期間，多咗時間留喺屋企，佢開始學書法嚟陶冶性情喎。試味，試味要節制。我一試味就食好多，寫錯字喎。例如煮飯嗰陣食肉，希望改善到冇呼吸。痛風呢批作品入邊，我最中意痛風。我覺得有痛嘅感覺，睇見啲嗰度痛。我已經寫咗咁多作品啦，可能係性格問題啊！我中意寫啲怪字，處於係我中意嘅作品之一。腹痛呢個好啊，表達到肚痛嘅感覺。你想寫咩啊？對於呢個嗜好，常山醫生俾正評喎。關於書法呢樣嘢，係其實有一個講法，就係如果寫得一手好字，可以令到腦神經細胞變翻年輕。用心咁去寫靚啲字，對腦部有好大幫助，可以有效咁令到腦細胞變翻年輕。哇！但係佢寫廚餘喎，想點啊？咁講嘅話，即係飲食方面出咗問題啦。我哋一齊睇落去啊！你搞乜鬼啊？無敵海景，大家早晨，我食緊早餐，但係遲咗少少，可以叫做 brunch。有我最中意嘅鹹魚，仲有納豆雞蛋，呢一碗係葉椰菜、糙米飯蒸水蛋。佢喺6年前結咗婚，通常都係食老婆煮嘅飯嘅，另一日都唔例外。又係我老婆整㗎，今餐食魚好燒。至於食量方面，我諗我應該食得落呢度成塊嘅，真係好肚餓啊！睇見都流口水啊，好想快啲食啊！我唔係啦，整魚好燒嗰陣，佢老婆做多咗一重功夫啊，好正啊！正啊！食好嘢令人覺得好幸福啊！真係好啊！為咗我健康着想，呢啲魚好燒冇麵粉嘅。勁啊！咁餅底用咩整咧？用淮山，用粘米粉，用粘米粉，仲有豆渣粉，豆渣粉，好好啊！最後係淮山。淮山賺到超好味啊！正啊！食落口超鬆化。對於佢老婆煮嘅嘢食，我哋所有嘅醫生都俾正評啊！好嘢啊，傑巴，我哋得咗啦！簡直係完美啊！你老婆煮嘅嘢真係好完美。首先有豐富嘅膳食纖維，而且一餐入面最少有2種蛋白質，攝取足夠嘅蛋白質之餘，同時減少咗糖質。我從來冇見過有老婆煮飯係咁為老公嘅健康着想，所以你一定要感激你老婆。菜式多樣化，低糖質之餘又營養均衡，多得好老婆喺飲食方面啱橋良槍，照計應該唔會有問題嘅噃。係咁，點解佢個數值會咁差呢？哈哈，跟住落嚟，我哋就會見到驚人嘅一幕啦。其實我已經食完正餐㗎啦，但係有樣嘢咧，我食上癮喎，就係粟米片。而家食啦。嚇？粟米片？啱橋良槍話佢最近愛上食粟米片喎。正餐有正餐嘅好味，但係粟米片係另一種好味，我好中意喎。唔止咁啊，佢唔係淨係喺飯後食嘅。用佢裝住好方便，裝滿晒啊！我知道，雖然過多陣就係食晚飯啊，但係我都會照食。粟米片正在可以隨時食㗎嘛。喺晚飯前1個鐘，大啖咁食粟米片。食咗粟米片，咁等開飯嗰陣，我就唔會囉囉攣。Sorry 啊，唔知咁啊，當零食啊，搞錯咗份量添，仲有少少奶剩啊，唔想淨係飲奶啊。
就快食飯啦，佢竟然再添食，後邊仲有啊 ！sorry 啊，食完晚飯之後又好想食啊，所以你想我哋睇幾多次啊？淨係食少少，食咁多，都係飯後甜品，淨係食咁多啊！sorry。飯後甜品居然又係粟米片，好似過分咗啲喎。咁先生存到，唔使估都知，中山醫生對呢樣嘢梗係俾負評啦。我肯定你一定唔知係食粟米片。你肚餓嗰陣，仲會食其他垃圾嘢。你老婆咁俾心機煮飯俾你食，每餐都花咁多功夫。如果你真係等唔到，呢個時候你好應該攞墨硯出嚟磨墨，舒緩下心情，俾自己冷靜下。呢個先至係應該練書法嘅時候。除咗中山醫生，石聯醫生都係俾負評。其實食粟米片好容易會吸收太多糖質，所以等開飯嗰段時間，你可以出外做運動，咁一定會好啲咯。我驚我會走咗去買粟米片啊！真㗎。出去嗰陣唔好帶錢咯。好心你就乖乖地照做啦。其實唔單止係肉類脂肪，攝取糖質一樣會令到中性脂肪值上升。呢個就係人人都會跌落去嘅中性脂肪陷阱啦。攝取嘅糖質喺肝臟變成脂肪，提供人體活動嘅能量。不過太多糖質，脂肪會用唔完，最後就殘留喺血液裏面。中性脂肪雖然叫做脂肪，但係唔係淨係攝取脂肪先會令佢增加嘅。好，我哋終於等到啦！而家剩翻最差嘅第一位，超標5倍嘅濃稠血液。新滿小姐，我驚有人唔記得啊！請你再講多一次，第一位係邊個？好，我知道啦。最差嘅第一位，超標5倍嘅濃稠血液，就係屬於呢個人。兼光貴史。真係佢啊！令人好意外啊！竟然係兼光，係咪真㗎？第二位已經咁差喎。係。兼光貴史喺今次血液檢查入面被驗出超標5倍，而相關嘅項目就係呢樣。同我一樣啊！中性脂肪。即係 Plus Minus 嘅兩位成員都有中性脂肪。係咪應該改名啊？叫中性脂肪。我哋係中性脂肪。一個叫中性，一個叫脂肪。血液唔健康排行榜第一位就係兼光貴史超標5倍嘅濃稠血液啊！今次有問題嘅果然又係中性脂肪。佢嘅拍檔岩橋良昌證實中性脂肪值好高，有成373，超出標準值149，2倍以上咁多啊！咁兼光貴史係幾多啊？兼光貴史嘅數值竟然係呢個數字。幾多咧？死到795，超標接近5倍，係岩橋良昌嘅2倍以上。呢個數字好誇張。雙倍再雙倍。唔好意思啦，我想睇兼光呢刻嘅表情。但係岩橋，你擋住咗我，咪阻住晒啊！講翻正題啦，呢鋪好似好大劑喎。好恐怖啊！秋津醫生，請問你有咩睇法呢？真係難以置信啊！795接近800，真係好唔尋常。再咁落去咧，你會因為動脈硬化而有腦血管疾病，萬一感染到新冠病毒，變成重症嘅機會就會好高啦。講笑啫啩？唔係講笑啊！你想搞笑啊，都有心無力啦！真係冇晒 mood 啊！兼光貴史嘅中性脂肪竟然超標5倍，佢嘅血液異常濃稠，非常之唔健康。佢嘅情況，擁有呢種冇辦法抵抗到新冠病毒嘅高危血液，竟然係佢自己造成嘅。首先，一齊睇下佢某一日嘅晚餐。工作以外嘅時間，我都會踩單車。呢啲係我嘅單車，一共有3架咁多。我通常會踩1個鐘頭。勁喎！我家姐用我去佢屋企食飯，感情好好啊。係啊，佢哋好 close 㗎，都喺東京，真係好啊。嚟啦！
翻嚟啦，唔應該咁講。歡迎你翻嚟。對你好好啊！係我家姐，未食得又好。嚟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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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嚟睇下，呢個正啊，真係好正喎！夏天容易中暑，為咗令大家開胃啲，我專登加咗洋河啦、薑啦，仲有蝦同白飯魚，一定好好味。劍光貴史而家單身嘅，所以每星期佢都會去一次佢家姐同姐夫屋企食晚飯。飲杯，係飲杯，啤酒，嚟飲杯。我唔客氣啦，好飲啊！正啊！正，好，有啲手，好好咯。我唔客氣啦，啦，好心你結婚啊，仲走去人哋屋企扮鬼扮馬，好無聊啊！好味啊！好味啊咧！杯講秋刀魚，係講起秋刀魚啊，明石家秋刀魚同我係同一屆入行嘅，多謝捧場。仲有薯仔沙律，聽講福山雅治都中意食薯仔沙律嘅。我中意嘅唔係薯仔沙律，係通心粉沙律。唔係Daigo至啱喎。冇錯，係啊，好似係。你幾時識引我搞笑㗎？劍光貴史用佢最叻嘅扮鬼扮馬嚟報答免費晚餐。呢個時候，醫生睇完之後，竟然全部俾正評，證明好健康喎！正評， Oh yeah！你家姐煮嘅嘢用咗好多時令蔬菜，呢點非常之好。仲有秋刀魚同白飯魚，呢兩種魚有大量 EPA， 可以防止血液凝固，亦都有豐富嘅維他命 D， 可以提升免疫力。成餐飯嘅營養好均衡。係咁，中山醫生又點解俾正評呢？你平時習慣咗用單車嚟代步，我覺得呢個做法非常之好。咁樣有氧運動就成為你日常生活當中固定嘅一環，係個好習慣。但係踩單車淨係用到下半身嘅肌肉，淨係喐下半身，所以我建議你每日再做啲可以活動到全身嘅運動，咁就會更加健康啦。原來係咁。到目前為止，劍光貴史喺運動同飲食方面嘅表現都好好啊！照計應該會提升到免疫力㗎。原來佢嘅問題係返到自己屋企之後先至發生嘅，呢個先係真面目啊！大家好，我係宇君，歡迎收睇宇君頻道。有扮鬼扮馬。今日嘅晚餐就係呢啲，等等。我一個人食，我有時啊，好想拆餐勁嘅。我打算今晚一邊食一邊睇波。呢個至少夠3個人食嘅 party 套餐，佢真係諗住一個人食晒？有 pizza 啦，呢杯係 highball，我唔客氣啦。你真係好中意食呢啲嘢嘅，未食先飲酒。係啊，正啊！塔塔醬，係我最中意嘅調味料。塔塔醬係好好味嘅，係好正嘅，薯條真係好好食。係啊，正啊，好幸福啊，好幸福啊！第2日嘅晚餐都係咁。今日嘅晚餐係尋日睇波食剩嘅 party 套餐，就係呢啲。睇下，有漢堡扒，有翻一啖嘅雞肉，唔想嘥咗佢。份量咁多，分2餐食都冇問題。有好多炸嘢，但係我冇食飯。冇食飯嘅話，應該冇問題咯。呢個時候，醫生嘅評價全部都變晒。今次所有醫生都俾負評啊！基野醫生指出，一個人嗌 party 套餐嚟食呢個做法，其實隱藏咗一個陷阱啊！其實 party 套餐好難界定一個人食幾多先至啱，所以通常都會令人唔小心食多咗。仲有炸嘢嘅油，嗰啲其實係 omega-6 脂肪酸，食太多會令身體發炎，咁亦係動脈硬化同血管疾病嘅成因。而且你仲要留翻第2日食喎，
咁做真係好差，會令到食物當中嘅油同糖質氧化，進一步促進動脈硬化同血管疾病嘅發生，對身體唔好，真係差到唔可以再差。開完 party 唔係咁嘅樣㗎喎，做咩扮晒抑鬱啊？咪玩啦！劍光貴史跌落去嘅中性脂肪陷阱，就係一個人食 party 套餐。party 套餐每種食物嘅份量都好多嘅，好難界定一個人應該食幾多，結果就唔小心食多咗。唔止咁啊，更加需要小心嘅就係炸嘢，好似沙律油同粟米油，呢啲係 Omega 6嘅油，攝取太多嘅話會導致各種都市病，令出現動脈硬化嘅風險增加。另外，將啲炸嘢擺過夜，裏面嘅油分就會氧化，而氧化咗嘅油咧，就有更大嘅機會對血管造成傷害啦。秋俊醫生再指出一個令到劍光貴史中性脂肪值上升嘅問題啊！你有飲開酒嘅嗬？我都有，我中意飲酒啊！你之所以食咁多嘢咧，我諗應該係因為酒精驅使㗎啦。佢飲得晒成支燒酒㗎，700毫升嘅燒酒啊！係啊。中性脂肪過高有3個原因，第一係肥胖，即係食得太多；第二個咧係飲得太多酒；第三個咧就係家族遺傳。佢話你成支燒酒都飲得晒，但係我睇你又唔係好肥，所以我估你好可能有酒精性高脂血症。我建議你試下戒酒，喺2個星期裏邊試下完全唔飲酒，睇下會點。我會試下戒酒1個星期先。唔係講笑㗎喎，講真㗎，我認真。總之踏出第一步先啦。係，好，希望有好成績。好。身形瘦削但係中性脂肪值偏高嘅人，比想像中有更多。有個講法係，呢種情況好多時都係因為飲酒造成嘅。唔想令血液抵抗唔到新冠病毒，身形比較瘦但係中性脂肪值偏高嘅人，最好飲少啲酒啦。